標標冷知識 Watch Here， 你知唔知世界上最古老嘅瑞士製錶品牌比美國仲早出世41年？佢就係寶珀。1735年 Jean-Jacques Lepine 喺瑞士小村莊 Villeray 開咗間小工坊，手工打造懷錶。1930年，寶珀推出首款女裝自動上鏈腕錶 Rose， 係女性機械錶嘅先河。到咗1953年，法國海軍需要一款可以喺深海中清晰讀時嘅工具，當時 C.L. Jean-Jacques Fichet 都係潛水愛好者，於是佢研發出世界第一隻專業潛水錶50呎。50呎裡面嘅呎係指單位，一呎大約係 1.83 米，50呎換算大約 91.5 米，奠定咗後世潛水錶防水深度嘅指標。50呎有雙重密封錶冠，防磁軟鐵內殼，金屬盤固定錶背嘅 O 型密封圈，令水氣無從滲入，加上防止誤轉嘅鎖定單向旋轉錶圈，確保潛水氣瓶氧氣消耗時間計算準確，保障潛水員安全。獲得法軍、英軍及美軍青睞，成為現代潛水錶始祖。1956年，寶珀掌舵人 Betty Fisher 打造全球最細圓形機芯 R550 Ladybird 腕錶，專為女性設計，直徑只有 11.85 毫米，但就有40個鐘動力儲存，係優雅機械錶嘅代表。1970年代，石英風暴席捲全球，電子錶幾乎令整個瑞士製錶業停擺，寶珀更一度陷入倒閉邊緣。想知道寶珀點樣用機械錶逆風翻盤？記得鎖定下週6嘅錶錶冷知識啦！